来看惊险的画面，这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北新路昨中昼的时，有真侪人看到，有一个查甫人拍伫这个车的引擎挂，车佫继续驶，伊就是唔肯放手。警方将这个车架砸落来，发现讲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原本只是单纯的感情纠纷，发生口角烧骂，想要到这个查甫人，甲警方这个检举讲，伊的女朋友有毒品，结果两个人拢互警方抓起来。 一个查甫人向拍伫修理车的引擎挂，双手敢若用手指头啊，将引擎挂顶沿掠条条，根本就无会当带所在。规人拍伫引擎挂，而且这台车佫挡咧刷动。这样危险的动作，好真侪几路人拢一直回头看，想要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男的就一直吼女驾驶叫他停车啊，但车上的女的根本没在理他，他就一直往前开，警察就跟上去了。昨中昼11点多，新北市淡水北新路。 真侪人拢看到这个惊险的过程，巡逻的关警接到通报，就随捉起哩将车砸落来。家属和查甫人也未玩耍。谁造成的？我撞你。谁造成的？他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吵什么？我先不管，我先搞清楚发生什么事。他车上有毒品。 原来女家属是查甫人的女朋友，拢讲冤家无好话，想要到查甫人竟然直接举报女朋友有毒品，警方真正伫车顶敲出大量毒品。现在就警察就说那违禁品都。 原警经同意搜索后，在车上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、大麻。 3级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吸食器，向南身上查获安非他命残渣袋。检举女朋友家己药房上班，当晚又因为感情的纠纷，冤入警察局。他们吵很凶啦，男的一直吼，要女的说清楚，这样好像是女的跟别的男的被他看到就俩拱了，女的没多久就离开。原本正单纯的感情纠纷，却因为查甫人拍伫引擎挂伤过危险，向报案。 警方也意外查到毒品，这对当网友即卖是自信难保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